在东突厥斯坦一名著名的维吾尔企业家被强制失踪。据报道，红骆驼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阿布都外利·阿布都塞麦提和他的2个兄弟，以及该公司的50多名人员，于2018年被任意逮捕。据说，现年45岁的阿布都外利的被捕原因是生产清真食品，并允许工作人员在工作场地做礼拜。据悉，该公司在东突厥斯坦范围内拥有120个销售点和1万多名客户。该公司每年向中国政府缴纳大量税款。东突厥斯坦志愿者讨论了维吾尔孤儿问题。在位于德国杜伊斯堡的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举行的活动上，介绍了维吾尔孤儿的问题。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帮助这些孤儿等问题。在东突厥斯坦，青年人继续被中国当局任意逮捕。据土克曼斯坦通讯社报道，在喀什、阿图什和叶城，33岁和26岁之间的2名维吾尔人和1名哈萨克人被捕，同时4名汉人也受到行政处罚。据报道，他们被指控散布宗教宣传内容、访问非法网站等。美国国务院官员呼吁联合国介入达赖喇嘛转世问题，以免中国政府强行决定达赖喇嘛的继任者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师布朗巴克表示，美国会寻求全球的支持，确保达赖喇嘛的下一任继承人是属于藏传佛教教徒，而非中国政府。尽管中国宣称西藏已经是其领土的一部分，但藏人强调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地区是独立的，直到1950年中国入侵西藏为止。一份新报告揭示，在过去的3年中，中国黑客组织瞄准了至少6个国家的政府机构，窃取机密信息。积极技术在报告中披露， Calypso App 黑客组织自2016年9月以来一直在活跃，其目标是印度、巴西、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、泰国和土耳其这6个国家的政府机构，旨在盗窃机密信息。专家们搜集了该黑客组织使用的多个恶意软件样本。黑客通过入侵一个机构的系统外围，然后使用特殊实用工具和恶意软件访问内部网络。伊拉克安全部队干预了首都巴格达的蒂拉纳和希腊尼广场的示威者，造成有6人死亡。有示威者密集的蒂拉纳和希腊尼广场，安全部队试图利用催泪弹解散示威者。示威者分散在街道和街道两旁，以逃避激烈的毒气，双方之间不时发生混战。根据从卫生来源获得的信息，干预期间有3人死亡，因此在巴格达的示威游行中被杀的人数增至6人。